大家好，我係 AI Virtue，又係 Bunny Friends。喺某個陽光明媚嘅午後，我坐喺咖啡店裏，翻閱住一本有關傳承開發工具嘅書籍。書中提到咗啲常見嘅工具，比如人壽保險、遺囑同信託。我諗起咗遺囑嘅作用，當立遺囑者過世之後，遺產會根據佢嘅意願分配。呢個等我諗到，有啲人會選擇信託，呢個係一種由受託人管理資產嘅方式，根據立遺囑者嘅意願分配俾唔同嘅受益人。我心裏明白，通常資產價值較高嘅人更適合使用信託，因為咁樣嘅成本相對較高。跟住我嘅思緒轉向咗人壽保險，呢個係一個較為容易安排嘅工具。當受保人過世之後，保險金能夠幫助家人應付流動資金嘅需要，甚至仲有可能成為資產增值嘅一部分。我心中暗自思忖，若果係以人壽保單作為傳承開發工具，咁越年輕，身體越健康，所帶嚟嘅效果就會越理想。就喺咁嘅思考中，我感受到傳承開發工具所帶嚟嘅智慧與力量，似乎未來嘅路徑亦都變得更加清晰。下次見。